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們，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今天的經文。5月8日，星期五。智慧人的心使他的舌頭有辨別力，使他的話語更有說服力。箴16章23節。問題：弟兄如何提升自己身為教師的效能？教師的進步是一個結合個人研讀、謙卑和愛人如己的過程。因此，長老們若要成為有效的教師，無論公開或私下，他們的教導和勸勉都必須以神的話語為基礎。為了做到這一點，他們必須勤奮研讀聖經和聖經為本的出版品。箴15章28節。光是閱讀經文是不夠的，一位好的教師會努力理解每一節經文的正確應用。他們的首要目標是觸動聽眾的心靈，而不僅僅是傳遞事實。謙卑，向較有經驗的長老請教，並樂於實踐，是提升教導技巧的最佳途徑之一。提摩太前書5.17分。長老應在堅定和仁慈之間保持平衡。雖然有時需要提出糾正性的建議或責備，但優秀的教師總是以仁慈的態度來對待他人。他以仁慈和愛心效法偉大的教師耶穌。耶穌的教導令人耳目一新，充滿愛心。馬太福音11:28-30，提摩太後書2.24分。渴望進步並幫助他人，是慷慨之心的體現。長老應記住，他為學習所做的每一份努力，以及他對別人說的每一句善言，都會產生永恆的影響。不要追求立竿見影的完美，真正能造就會眾的是看見你的愛和謙卑。要滿懷熱情地繼續努力，因為你的工作是大家的寶貴禮物。祝你明天愉快，願耶和華上帝賜福於你。問候。